好，来继续来看3位副总统的候选人。民众党的吴欣盈是到立法院来召开着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8的宣布。伊来痛骂讲，咱的外交处境是真艰难。外交部是回应讲，伊的行为伤过高调，恐惊会引来着中国施加压力，伤害着台湾未来参与的空间。若拿压力是当时来面对着青年甲妇女的议题。萧美琴认为，家己是无聊的人，所以并无特别去锁定某一个族群。外界是建议赵少康一定爱去女校座谈来抢女性票。赵少康讲，嘛有人邀请啊，若有机会去，一定会当有好的交流。要当选，一定紧速，希望两岸能够开放。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今日去台东，甲观光以及农业的业者开座谈会。面对要去校园演讲无遐顺，前立委沈富雄认为讲，一定要设法去女校，才当去抢到女性的票。我当立委的时候也去北女演讲过，也造成很大的轰动啊！你去翻翻这个记录啊，我相信如果我去的话呢，这个还是跟学生同学们能够做很好的交流。赵少康伫空前的声量愈来愈悬 ，YouTube 上热的影片前5名，伊就占3支。青年妇女票是人人想要抢。赖小培民意调查继续领先，风声讲副手萧美琴发挥作用，也过伊无安尼想。我觉得我很 boring， 我讲话也不好笑。我们并没有特别设定说我一定是哪一些特定的族群。萧美琴讲，伊甲赖清德拢有淡薄仔惊，也无伊原有感受到少年人的期待，想要充满自信。面对这个世界，同款甲国际议题有关系，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都引起争议。都有作为语坛人，可是因为就是没有最后拿到蓝区的这个证件呢，我也没有办法进去，就相当的可惜。针对吴欣盈昨报告的时讲，外交处境真艰难，外交部回应讲，已经甲讲几摆啊，伊是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候选人身份，可能会引起打压的风险。建议讲重新考虑行程，不过吴欣盈依然决定要去。出门前阁开记者会，外交部判断，这毋若互中国知讲国会视导团的成员甲行程，阁有可能会互中国打压，更有可能伤害到未来咱国的参与空间。选战已经剩1个月，国际、青年、妇女每一种议题拢是重点，候选人拢袂当失角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